请若咱回头继续来看郭文铁顺利来交保，中昼行出着法院的大门，伊的面有笑容，嘛来回应着支持者。不过行到一半，常常是卡着搭，险险来跋倒，边仔人赶紧甲扶咧，最后甲伊扶上救车。转去到厝入门进前，先来过火炉，然后简单讲伊这段时间的心情，是讲甲脑梗啊甜甜甜。 主席心情怎么样？同款的那些外套甲衬托，面有笑容，伊的表情有小可神仙，眼神有淡薄仔迷茫。阿伯，顶外民众情绪真激动，伊不是你的手加支持者第一，抑过三惊四惊。心情还好吗？哎，小心！雄雄软脚险险啊跋倒，加在双边拢有人扶咧。毕竟郭文铁为昨透早为看守出来，今日这透早裁定交保。 中原保证金办交保，一直到中昼，总算会当行出台北地方法院的大门。国家被中红支持者欢喜到流目屎，画口号加油！我的先走，柯文哲。这一个将近4个月，郭文铁的身形外貌小可改变。11月13被提前的时，伫镜头前是剃光头，面较碰皮，表情也算是自在。经过1个月，佫出现头毛较长，也佫发出来，差不多是白头毛，看起来是消散落万。 伫支持者拥护下，郭文铁坐车登去信义路的厝门口，早就准备好火炉啊！入门前，伊听落来讲伊心情，捌讲到后甜，因太太陈培琪徛伫边，露出安心的微笑。最沮丧的时候，还是有人看到会拖到喊阿伯加油。然后不好意思，然后就甚至就是说，因为他也不用花什么声，有时候偷偷比个手势就加油，所以非常谢谢有这么多人给我这个支持鼓励，你知道吗？关于114天，郭文铁总算重新佫得到自由，不过这只是另外一个开始。面对被囚刑28年6个月，说来也有艰难的官司爱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